各位觀眾朋友，你們好。今天是2月28日，同時也是我們的會員 TJ8978 Studio 的生日，請大家留言為他送上生日祝福。在此，我們祝你生日快樂，身體健康，生活愉快。TJ8978 Studio 是一個很勤力出片的頻道，上年的生日已有322條影片，今天已躍升到887條了。每周出3片，每日都出貼文，分享所見所聞。如果大家覺得他們做得都很用心，請訂閱他們，以示對他們的鼓勵吧。會員生日影片是我們誠意為支持我們的會員送上的一份心意生日禮物，請大家多多支持。今年 TJ8978 Studio 再帶我們到慈雲山北，上年我們乘搭了SAPS，今年他們就同我們一起乘搭另一條喜歡的巴士路線九巴 3X 往中港碼頭。話說2014年SAPS增設特別班次，於星期一至五7點40分及7點55分由慈雲山北開出，經蒲崗村道、彩虹道、太子道東、太子道西及彌敦道前往中港碼頭。開辦後反應熱烈，也成功避開了SAPS經橫頭磡及窩打老道，經常因多車而增加的行車時間。於是運輸署在2016至2017年度巴士路線計劃中，建議開辦新特快路線 3X， 由慈雲山北開出，經彩虹道後不停站直達太子，為慈雲山居民提供更多服務選擇。九巴 3X 於2016年11月28日開辦，最初只於星期一至五8點10分由慈雲山北經富山村、虎山道及鳳德道單向開往油麻地加士居道。2年後，與SAPS的特別班次合併，3X 的總站亦延長至中港碼頭，走不彌敦道後，經梳士巴利道及九龍公園徑到中港碼頭。此舉令3X 至今仍保持着兩種走線呢。2021年3X 增設回程服務，由佐敦西九龍站開往慈雲山北。由於3X 來回走線直接，成功吸引完SAPS乘客轉乘，多年來不斷增加來回班次，甚至增設星期六單向開往中港碼頭的服務呢。不過2025年8月25日起，下凡班次統一改由中港碼頭開出，及來回方向改經佐敦道及廣東道，同時亦縮短來回方向的服務時間。現時3X 由慈雲山北開出，服務時間為星期一至五7點30分、7點45分、上午8點、8點10分及8點35分共5班，其中8點10分是經富山的特班。回程就只剩下午5點45分、下午6點15分及下午6點45分3班。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不設服務。好吧。我們就和 TJ8978 Studio 一起上車，開始我們今集的生日之旅吧。
經過48分鐘，我們就來到中港碼頭啦。比起上年SARS的65分鐘快17分鐘喎。3X 彩虹道後就直達太子，真的很神速。多謝 TJ8978 Studio 介紹這條路線給我們認識，我們再祝你 Happy Birthday，出入平安。多謝你對我們的支持。